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小儿麻痹，过去伫咧全世界拢真流行。伫国家的努力之下，即卖全球敢若剩阿富汗甲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也未断绝。这个扶轮基金会推出主旋音乐剧，希望透过募款继续来落实小儿麻痹断绝的运动。 全国帝王金丝红登场，国际扶轮3523地区甲艺术工作室，将伫11月份办暑期音乐剧《金丝红》，锁定要摕来帮助小儿麻痹治紧的计划。根除小儿麻痹是我们扶轮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从35万个例子到现在只剩下2个国家。 小儿麻痹捌伫各国安尼挖来挖去，世界卫生组织、国际扶轮，包括比尔盖茨，当年拢开真济钱。即马预防有成果，只剩阿富汗甲巴基斯坦这2个国家还阁有个案。今年其实我们真的是加了很多的料，不管在音乐上、演出上、舞蹈上，还有武打上。即便是在疫情当下的状态，还是飞到日本去做了一次的录音。 用3档时间精心打造的剧情，这演员拢用尽全力的演出，古典化的视觉震撼，带出金丝红面宫女光柔并济情怀。小儿麻痹治紧的计划嘛，随着艺术的气氛，豆豆落实。